喂，大家好，我係 Web 啊。我最近身邊多咗好多朋友啊，留意呢個加密貨幣嘅市場。佢哋咧都會問我，喂 Web 點樣去買呢個 crypto 噶？佢哋都唔知道買 ETF 好啊，定係直接買幣好。咁等我呢條片就話你知，兩者有咩分別啦。本影片內容只供教學用途，不構成財務建議，所有投資涉及風險，請小心求證。多謝。不如我哋直接 compare 下買 ETF 同埋直接買幣有啲咩優缺點啊？首先啦，買 ETF 一定係比較方便啊。其實佢同你券商買隻股票係冇乜分別嘅。對新手嚟講，其實係非常非常之容易同簡單啦，而且有專業嘅機構託管，你唔使驚你唔見咗錢包嘅密碼。不過 ETF 嘅管理公司就會收翻你0.3去到0.99嘅管理費，亦都受限咗股票市場嘅交易時間。換言之，你星期六日係交易唔到加密貨幣嘅。咁到星期一開市嘅時候，可能已經 gap up 或者 gap down 咗。仲有啊，如果佢係一隻香港嘅追蹤加密貨幣 ETF，就可能會有流動性不足呢個問題。咁所以佢個價差會比較大，就會跟唔足加密貨幣本身嘅升跌幅，而且佢可以選擇嘅幣種就比較少。咁相反啦，直接買幣你就可以247進行交易，亦都唔使俾任何管理費，仲可以進行支付，同埋可以參加 DeFi 嘅借貸同埋賺利息嘅功能。咁如果要直接買幣，又可以有啲咩選擇呢？香港可以買到加密貨幣嘅機構，一般就有證券商、香港合規交易所同埋國際交易所。除此之外，仲有去中心化交易所同埋 OTC Over the Counter 場外交易。不過呢條片就唔討論呢兩樣嘢。先講下券商啦，常見嘅會有富途牛牛、盈透證券、勝利證券同埋 Webull 等等。咁佢哋嘅好處梗係簡單方便啦。如果你平時就已經用開佢哋買股票，將啲資金轉入去虛擬資產個戶口，就可以即刻進行交易，唔使另外開多個戶口。而且出入金係極度方便，幾十秒就已經可以過到數。仲有啊，啲券商都係持牌合規，用戶嘅資產由佢哋嘅合作伙伴託管。咁佢哋嘅伙伴都係持牌嘅機構，又有香港政府嘅監管，又有定期 auditor 做審計，仲有資產隔離等等，理論上係非常之安全嘅，更加唔使擔心好似之前 JPEX 嗰單嘢咁俾人呃錢。而講到香港嘅合規交易所，常見嘅就會有 OSL 同埋 HashKey。咁除咗我啱先講嗰堆香港政府監管啊、auditor 審計啊之類好安全之外呢，佢哋嘅手續費呢都係相對比較低嘅。咁而且都會有更加多啲嘅 function， 即係例如 DCA 啦、定期定額投資，亦都支援呢個提幣存幣嘅功能。受香港嘅法規限制啊，香港嘅合規平台只係開放咗幾隻大幣俾散戶交易，當中常見嘅大幣就有 Bitcoin、Ethereum 同埋 Solana。咁如果你想交易其他嘅貨幣，咁你就要開通呢一個專業投資者嘅資格。而且香港嘅法規仲未容許可以做質押、永續合約等等嘅功能，咁變相有好多 Web3 嘅功能其實都係用唔到嘅。咁講到國際嘅交易所，咁常見會有啲咩呢？常見嘅會有幣安、OKX、Bybit、Crypto.com 同埋 Maxi 等等。呢一堆嘅好處就係可以買到絕大部分嘅幣，包括各式各樣嘅山寨幣同埋 meme coins， 而且佢哋可以做到質押、永續合約等等嘅功能。不過由於冇監管啦，咁用戶就要面對更大嘅平台倒閉風險。就好似2022年，當時全球第2大嘅加密貨幣交易所 FTX 都要喺幾日之內就突然之間倒閉。仲有啊，如果你要入金入去，就唔似你喺合規交易所咁樣咁方便。咁所以作為新手嘅你，一定要好好咁樣衡量風險。Web 喺呢一度就 summarize 咗券商、香港合規交易所同埋非合規交易所嘅優缺點。咁循例喺度都要同大家講翻啦。香港有 SFC 證監規管嘅有牌交易所，絕對係各位新手嘅入門之選。下條片會同大家講下 Wallet， 然後會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去中心化交易所、Order Book、Liquidity Pool 等等嘅 concept。如果你唔想俾大環境淘汰，想 upgrade 自己認知，記得 CLSS 訂閱我嘅頻道，免費學習 Web3 嘅知識。我係 Web，我哋下集再見。
reward, they're the key.